幾年前，我嘅前男友 text 我，佢約我去一間我最中意食嘅日本餐廳。佢仲記得我中意食嗰間餐廳。嗰期我單身，大家估下，一個咁耐冇見，曾經同你愛得轟轟烈烈嘅男人，突然之間約你，係為咗咩啊？呢啲咪叫創傷後遺症咯。每一場都有啲好凄厲嘅理由㗎。其中一場啊，有個女仔講再借錢啦。佢唔係講借錢啊，佢講再借錢。結果嗰次我坐咗落去，第一嚿壽司都未吞，佢就問我：你有冇聽過電子貨幣啊？有 Touch and Go 啊嘛。唔係，係電子加密貨幣。佢有一串儲存喺區塊鏈嘅數目字。咩鏈話？即係嗰下咧，我喺度懷疑緊係咪我前男友同我分手咗之後好 hurt 啊，所以咧 hurt 到佢語言失調。如果唔係，點解佢講嘅嘢我都唔明㗎？今日約你出嚟咧，其實就係咁嘅。我咧就有個 Bitcoin 嘅大家庭，咁咧你只需要加入我哋區塊鏈嘅小組，再揾其他人加入，咁你就可以有分紅㗎啦。嗰下我望住我前男友。真係覺得成個鏈樣咁。我單身啊！你同我講區塊鏈。唉，你冷靜啲先，俾啲耐性。你唔知佢點 work 㗎嘛，係咪？你唔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佢可以幫你揾錢咁咪得咯。你咁樣好投機啫，即係賭博嘅啫喎。你賭佢未來會唔會升咁解嘅啫喎。唉，一個人賭就叫投機，全世界一齊賭就叫投資㗎啦。你都係驚一個人舐嘢啫，如果舐嘢嘅話，全世界陪你一齊舐，驚乜舐？